近排好多朋友都收到好消息，永居批出咗啦，大家都要諗緊，下年我哋可能都想爭取時間盡快入籍啦。咁喺入籍之前呢，其實都要同大家講翻少少注意事項，想提下大家嘅。今次條片主要講一個比較少人關注嘅問題，就係申請 BC 期間，到底我可唔可以離境呢？問大家一個基本問題先啦。到底 BNO 同埋特區護照嘅持有人，大家要填嘅入籍表格一唔一樣嘅呢？冇錯啦，係唔一樣嘅。BNO 護照持有人係進行登記入籍，填嘅 form 係 BOTA， 而其他護照持有人18歲以上係進行歸化入籍 form AN。18歲以下嘅護照持有人呢，其實無論係咩護照，應該都係特區護照啦。咁就係填 form MN1，係用登記入籍嘅方法。咁大家唔好搞錯啊！我知道永居申請期間係唔可以出境，呢個我諗大部分嘅香港人都知道㗎啦。咁申請入籍，聽講係可以自由離境㗎喎，係咪真㗎？Yes and no 啦。首先呢，我哋要小心一件事啦，就係其實在英港人咧係有好多原因我哋要離境㗎，咁都冇話係咪一定真因為外遊啊、貪得意出去玩，其實都唔係㗎。好多時候無論係因為屋企人嘅緣故，因為跟學校去遊學團嘅緣故，或者有某啲工作嘅緣故，其實我哋都係無可避免，甚至醫療啦，我哋都無可避免一定要出境㗎。所以我哋就要小心規劃我哋需要出境嘅情況啦，以免我哋喺申請入籍期間遇到啲咩麻煩咯。其實填寫入籍表格嘅時候，網上咧官網係有一份好清楚嘅文件叫做 Guidance 㗎。咁無論係 Form BOTA 啦、Form AN 定係 Form MN1 咧，其實佢都有好清楚嘅指示，教你填寫嘅時候要注意事項。我都會針對呢一份嘅文件，同大家分析一下其中一啲要知道嘅元素嘅。首先第一，喺文件裏邊第27頁係提到遞交申請之後，等待申請決定期間呢，係可以自由使用你原有嘅有效護照，無論你嗰本係乜嘢啦，同埋一啲有效嘅出入居留咁樣啦。不過我哋要小心遞交申請之後呢，佢同我哋填申表而家嘅申請永居方法有少少唔同。你係需要喺遞交申請之後嘅45天之內，去到簽證中心進行生物認證嘅。雖然境外境內都有簽證中心，但係一般申請 BC 我哋都會喺境內嘅簽證中心度進行啦。咁至於呢個 TLS 簽證中心咧，如果大家唔係好熟悉或者未用過咧，大家可以睇下小嚴之前嗰條片，咁我都有一條關於 TLS 簽證中心嘅經歷㗎。咁不過咧，如果係永居申請嘅朋友咧，如果你係用舊表填寫，你要去簽證中心打字模咧，咁我諗你都相當熟悉呢一個運作㗎啦。所以第一個結論係咁嘅，就係當你申請 BC 期間，而你又未獲知批核結果啦，其實你係可以自由出入境嘅。再睇文件第3頁都提到 BNO 持有者登記成為英國公民 BC 之後，係唔會失去原有嘅 BNO 身份。不過喺你獲得英國公民身份之後，想離開或者進入英國咧，就應該用翻 BC 嗰本英國公民護照啦。如果你堅持想用自己原有嘅護照出入境，咁你就要申請一張居留權證書，印象中好似589磅，不過比較少人用呢個方法嘅，因為太貴啦。簡單嚟講，批出 BC 之後，你就應該用英國公民護照 British Passport 出入境啦。跟住落嚟，你當然會問啦，咁申請入籍嘅流程係點？需時幾耐？我趕唔趕得切喺批核結果之前趕返嚟英國再申請護照呢？咁我哋又一齊打開 Guidance 睇一睇啊！裏邊提到咧 Form BOTA 登記入籍同埋 Form AN 歸化入籍咧，其實嗰個申請程序咧，即係佢中間嗰啲要求有少少唔同啦，但係申請程序大體上係差唔多，都係呢5個步驟。遞交申請記得俾錢啦，付款之後進行生物認證，登記去 TLS 簽證中心，跟住就會漫長嘅等候批核。等候之後啦，批出結果你就要去進行宣誓啦。宣誓完之後就可以去申領護照啦。如果你嘅申請成功，你又係18歲以上嘅話，你就會收到通知啦，就會邀請你喺90日之內安排出席一個宣誓儀式。咁宣誓儀式嘅截止日期咧都寫咗喺信裏邊，通常90日啦。咁不過我哋要留意18歲以下嘅兒童就有啲唔同喎。文件裏邊寫18歲以下嘅兒童咧可以同其他家庭成員一齊進行宣誓，或者係透過郵寄領取佢哋嘅公民證書啦。不過
睇翻 MN1 Form 嗰張嘅 guidance 又唔係咁寫嘅喎，佢係寫咧，如果申請批獲嘅時候未滿18歲，就會喺批准之日自動成為英國公民，係唔需要宣誓嘅。咁但係如果填表嘅時候未夠18歲，不過佢批出嘅時候夠18歲咧，你都係要宣誓嘅。做個少少總結先啦，咁即係你遞交申請之後咧，45日之內你會進行生物認證啦，然後就等大約6個月內啦，就會等候嗰批核結果。批核結果出咗之後，你就要喺90日之內出席宣誓典禮。宣誓典禮完咗咧，通常我哋大約預2至3個星期就去申領護照啦。咁啊記住申領護照嘅時間，因為各種嘅原因咧係絕對可長可短，唔好咁問啦。即係話，只要我哋安排時間進行生物認證啦，我哋最後真實一定要趕返 UK 留守 UK。嘅時間咧，其實係宣誓典禮之後，然後申領護照之前，喺未有護照之前，而你又已經得到咗公民身份嘅嗰2、3個星期咧，就一定要留喺英國啦。亦都即係話，只要你喺收到批核結果之後，喺90日之內趕返英國進行宣誓典禮咧，其實成件事就安全㗎啦。不過18歲以下嘅申請人就真係有啲唔同啦。記得頭先我哋提過啦，18歲以下嘅申請人咧，佢哋進行生物認證之後，都係一樣等待6個月嘅批核啦。不過喺佢申請批核嘅時候，因為佢未滿18歲啊嘛，喺批核之日自動成為英國公民。咁亦都即係話咧，其實我哋係控制唔到佢嘅成為英國公民嘅嗰一日㗎。同18歲以上嘅人士有啲唔同。18歲以上嘅人士咧，即使我收到批核結果，我都仲可以用安排宣誓嘅時間嚟決定我邊一日成為英國公民啦。但係18歲以下嘅人士咧，係冇呢一個嘅選項嘅。我哋試下用一個 case 去思考一下啦。假設我係26年3月批出永居，我27年4月申請入籍係可以啊，冇問題啊，係咪？但係我27年7月需要離境喎，咁得唔得咧？情況一，我嘅申請咧喺4個月左右或者之後先批出，嗰陣時我已經外遊之後返到 UK，咁冇問題啦。8月出席宣誓典禮，跟住申領護照，冇問題。情況二就麻煩啲，喺我外遊期間批出咗我嘅申請喎，咁點算呢？18歲以上嘅人士唔緊要咯，咁我咪 book 我外遊之後返英國嘅時間去宣誓，跟住申領護照咯。18歲以下嘅人士咧就麻煩咗少少啦。當時個小朋友已經自動成為英國公民，但係佢未有英國公民護照喎，佢可以去申請一張居留權證明書，成為589磅啦，或者申領緊急旅行證件。不過記住啊，好難申請㗎，因為講緊真係緊急，唔係話你外遊返唔切去，呢啲係申請唔到㗎。又或者咧，你可以選擇喺海外申領英國護照，不過耐啲，10至11星期得唔得咧？但係有一個難度。除咗文件一來一回需要時間好長之外，佢其中需要嘅證明文件包括英國公民註冊證明書正本啦。但係呢份正本喺邊呢？係寄咗去你英國嘅屋企，但係你喺邊呢？你喺香港喎，或者海外喎。咁攞呢份文件嘅正本就有少少難度，所以都係比較麻煩。情況3，我覺得係最麻煩嘅，就係佢早過3個月批出嗰陣時咧，你尚未出國喎，咁到底我出唔出去咧？我趕唔趕得切出完國返嚟90日之內再申領護照咧？定還是18歲以下嘅人士，我嗰陣時已經係 BC 啦，我係咪照出國跟住用返頭先嘅方法？定還是我一定要留低申請埋英國護照先走？我又夠唔夠時間申請咧？嗱，咁英國護照咧，其實大體上你話快起上嚟，我攞 fast track 係咪可以10零日申請到咧？順利係得嘅。咁至於係咪真係能夠一定順利攞得到咧？咁大家喺英國生活咗5年，我諗大家都明白㗎啦。預返1個月之內啦，咁會安全少少。好多人會問，咁特區護照係可以免簽入境㗎嘛？我雖然做咗 BC 啫，我咪用特區護照返英國，再申請英國公民護照，咁咪得咯。不過咧，呢個方法而家已經唔 work 㗎啦，等幫大家解釋一下點解啦。入境英國一般嚟講分成3種途徑，第一種係免簽入境，就好似特區護照咁啦，短期居留係唔需要事前通知嘅。第二種咧就係申請各種嘅 visa 啦，無論係學生簽證、工作簽證定 BNO 簽證都好啦。第3咧就係你本身已經有居留身份，BC 或者永居啦。英國喺2026年開始推行 ETA， 係一項我哋叫做數位旅行授權系統啦。咁其實所有本身冇 visa 冇居留身份嘅人咧，佢即係一啲以往嘅免簽嘅短期旅客啦，佢都一定要申請 ETA 先至可以入境英國。而 BNO 咧係屬於英國護照啦，所以 BNO 呢一本 British Passport 咧，其實係唔需要申請，亦都不可能申請 ETA。你擁有 visa、擁有永居、擁有 BC 身份咧，其實你都申請唔到 ETA 嘅。特區護照持有人就屬於呢一種啦，咁我哋係屬於免簽嘅短期旅客啦，所以本身特區護照係需要申請 ETA 先至可以入境英國嘅。
如果你係特區護照持有人，而你已經擁有 BC 嘅話，你嘅永居身份會自動終止，因為你獲批入籍正式成為英國公民嘅嗰一刻，原本持有嘅永久居留權或者簽證都會依法自動失效㗎啦。但係同一時間你都申請唔到 ETA，因為你有 BC 啦嘛。咁英國公民喺法律上係豁免 ETA，所以你都唔會申請得到㗎。好，咁當你拎住特區護照去到機場櫃位，我哋想象一下，你本護照裏邊既冇居留身份，又冇 ETA，亦都冇任何有效簽證。正常嚟講，航空公司無法確認你嘅具備入境許可啦，當然就會拒絕辦理登機手續啦。可能你都會問，喂，唔係我真係有 BC 身份咧，咁我係雙重國籍人士得唔得先？咁我哋可以睇翻咧英國官網啦，佢官網咧真係有一條 Q&A 答過嘅。如果我本身係擁有雙重國籍嘅身份啦，咁到底我入境嘅時候可以點做咧？咁都明明白白咧係官網寫到明，你係應該要用英國護照入境嘅。因此，如果你想避免所有不必要嘅麻煩呢，我哋都係建議申請 BC 期間就盡量避免非必要嘅出國安排啦。如果真係一定要出國，你真係要好似頭先咁樣計清楚你可以離境嘅日程啦。如果你嘅外遊情況係比較短嘅，可能10零日嘅啫，咁其實你可以考慮啦，遞交表格之後翻嚟先至做生物認證嘅，因為佢有45日有效期俾你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啊嘛。咁你生物認證未完成咧，其實你嘅申請係唔會遞交上去移民局去處理嘅。咁所以即係話嗰45日其實係一個一定唔會批核嘅安全期啦。咁你可以考慮善用嘅。又或者簡單啲，我已經有永居身份咯，都唔爭再等埋嗰幾個月啦，遲啲先申請入籍啦。希望呢條影片對大家有用啦！如果大家發現我講嘅嘢有咩錯漏，歡迎喺留言裏邊提出啦。